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姊妹，你哋應該會記得，今日咧，今日我哋來到哪邊呢？今日我哋來到 IKEA。頭下我講我哋今日來到了 IKEA， 故所今日係有人偏愛向下來 IKEA 嘅，今日偏愛來 IKEA 嘅人，起碼上咧也係出來唱幾點，自家來小記下自家。大家好，我係做到。今日有晒係我同學，我哋都係學緊呢嘅同學，一下呢出嚟去昂記了。有啲同學唱文有爽爽嘛？做的一个夜困，水梦。哎，刚发现一个东西。两个东西，有人底下係乜嘅嘛？一般人可能會因為呀，像係個簡單嘅標數字嘅架嘅，不過對我來講，也唔單止係一個標數字嘅東西，也係攞流用型、常用嘅數字架嘅。嗰邊茶葉嗬，嗰邊奶粉，又係講自家係咁嘅。哦，啲嗬。也就係上擺，佢用來用 iPad Pro 嘅數架，就係呀，加數機、加電腦，隨時隨地想買就買。哈哈哈！係我看到咧，也就係我做些嘅常常用嘅燈咧，常用嘅哦。也係嘅客家風格嘅衣服。可以。要買東西。是可以抽的嗎？它就長這樣。全部都按鈕。哦。要係買個東西。莎莎，好多莎莎，它是金魚。講大家好。可愛的狗狗，哇，好可愛！嘿，等一下，耶，呀哈，我哋昂嘅昂好咧，講來奇怪下，點解我哋三茶向下嘅部分出到入面咧，記得下就會先轉入咧，耶！那個也係你今日那個嘅莎莎可愛，對哈。我會從機場下去示範，然後就看我哋今日來去示範嘅哦。啊，機場上來了，拜拜。搞笑。係，然後係安步去嗰邊。哦。25分，我哋今天來是買油節，那也點點是喺剛好是個點點，也非常好食嘅東西。好嘅。
哎呦，眼人就會來繼續食飯咯。今日嘅影片就到呢邊結束，大家會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、留言。用這禮拜過後，我記得來哦。希望你們做得記得。你下次我哋再會聊，然后呢？